说水个好，搁请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咱过来讲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这是业界我的前辈，甲我是有够好的。结果我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看伊油头甲面，我讲啊讲遐，啊毋听茶来请咧，无啊啦，无茶啊啦，啊是安那？煞毋知影讲你甲看，手机啊举咧前啦，举过来互我看，讲即个查囡仔，哦，即个查囡仔生得足水呢，啊佫足少年，对，啊就是安尼，网络甲我交朋友，讲叫我甲投资啦，我吼甲你头讲，汇300-400万互伊，即马找无人啊啦，我讲斗阵呢，安尼毋着风吹断了线，家伙去一半。俗语话咧讲风，今日招你研究头一句，风吹断了线，就是讲吼放风吹时，线拍断去，风吹你无才调，搁再吹断来啊。所以你若去共投资，参加迄落已经无消息的，赚了无强在。毋过这吼，毋是讲真正叫你投资是用国甲你拐的，外在去都是将沉落水底。这正俗语咧讲的，风吹断了线，家伙起一半。毋若敢若起一半尔，是为着要讲斗句，线甲半讲斗句，啊若无吼，即声真正去啊讲去啊讲去了啊啦！我才甲阿公兄讲，阿公兄，人俗语话咧讲，讲话是风，必是装。即句俗语安怎样解说？煞毋知讲咱今日踮遮品无准算呢？言语讲国情啊来哦，招你投资哦，赶紧来我钱汇互你哦。安尼生吼，过去的人感觉讲，啊，佫无够通好决定，上好咱两个对啦。爱契约啦，你有甲对方契约无？无啦，免啊有，啊，就亲像你咧讲的，网络顶头讲的，咱钱就汇互伊啊。哪有一个契约书通个当作信品？莫怪你咧烦恼。啊，煞换伊甲我讲啦，伊讲国情啊，最近我听讲吼，你开始咧研究法律呢，啊无你就助我3个开信封，想看有才调钱讨会转来无？即句原来甲风有牵连的俗语话，助我3个开信封，这是过去戏台内底咧做的。你甲看《封神榜》内底，每一个拢嘛道法高强，所以吼，我甲3个开信封约一个，你就有法度飞去到几落百里外，安尼叫做助我3个开信封。简单讲助我一臂之力就对啊。啊，讲到遮，国情要拜托所有观众朋友助我3个开信封。加招一寡朋友来看节目，啊，阮若讲遐无影啦吼，无影网络的哄骗，我是为着讲即个故事，甲你研究，甲风有牵连台湾的俗语话啦。